各位教育界同工，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第二語言教學系列第5集。呢一集我哋將會繼續介紹第二語言教學理論嘅操作，承接住上一集所講嘅提升非華語幼兒嘅語文能力，進一步向大家介紹提升語文能力嘅教學設計，重點包括3個方面。第一，任務型教學 （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與學習第二語言嘅關係。第二，任務型教學嘅設計流程同埋方法。最後，我哋睇下如何設計教材，落實任務型教學，幫助非華語幼兒有效學習。首先，我哋嚟了解任務型教學。任務型教學係一種教學設計，喺近30年嚟被證實係一個幫助學習第二語言嘅人能夠提升語文能力嘅方式。任務型教學符合我哋上幾集所講嘅教學原則，包括語文學習需要輸入同埋輸出，亦即係應用。學生喺應用過程入邊，能夠將語文知識轉化成為語文能力。此外，任務型教學亦符合幼兒學習嘅特性，就係幼兒喺活動中學習。換句話講，就係從做中學習 （learning by doing）。任務型教學嘅基本條件係學生學習語文知識之後，老師創設一個情景，例如故事創作、角色扮演、製作介紹家人嘅畫冊等，讓學生感受到運用中文嘅需要。學生喺任務型教學入邊需要運用中文同同學同埋老師溝通，從而知道所學嘅知識係喺幾時用同埋點樣用，進而喺應用中掌握語文知識，而唔只係記憶知識。透過呢啲真實或模擬真實嘅語境，幼兒能夠感受到佢哋所學嘅知識係可以應用嘅，並提升講中文嘅信心。喺任務過程中，幼兒難免出現語言錯誤，但佢哋唔會因此感到害怕，因為佢哋嘅焦點在於完成任務。教師只需從旁指導同埋修正，等學生喺自然狀態入邊學習。有老師可能會話：我嘅學生只能簡單表達，仲未能夠講完整句子。又或者有老師會表示，學生仍處於沉默期，只識聽唔識講。確實，對於未能聽講嘅幼兒班級，暫時未能實行任務型教學，但呢種教學法正正係幫助幼兒突破沉默期嘅重要方法。教師喺實施任務型教學時，常遇到2個問題：一、如何根據學生嘅語文知識設計結合生活難度適中嘅任務；二、非華語幼兒喺任務進行時，無法好似華語生一樣快速反應。針對第一個問題，任務活動大致可以分為2類。第一類係小組任務，呢種任務係適合已有基本溝通能力嘅幼兒，透過學生之間嘅互動使用中文。第二類係個別任務，適合仍未掌握基本溝通能力嘅幼兒，透過師生對話嚟使用中文。教師可按班別同埋語言能力靈活設計任務。至於第2個問題，教師只需喺活動中提供即時協助，幫助非華語幼兒完成任務。最重要嘅係先建立幼兒講中文嘅信心。總括而言，任務型教學可以讓非華語幼兒喺模擬真實生活嘅情景中實際運用語言。透過咁樣嘅實踐，學生唔止加深語言理解，更能喺真實情況下自信地使用中文，進一步培養語文能力。了解任務型教學嘅特點同埋好處之後，我哋可以討論設計任務型活動嘅方法同埋步驟。雖然唔同學者有唔同嘅見解，但基本上都圍繞3個核心環節。第一個環節係任務前，係指教師做主導，提供語言輸入同埋準備。第二係任務之中，係指師生協作完成活動嘅任務。最後係任務之後，係指學生主導展示同埋表達任務成果。呢3個步驟不但展示由教到學嘅過程，
亦反映由知識轉化成為能力嘅語言學習歷程。喺任務前呢個階段，教師會向學生說明任務目標同埋活動內容，可以使用圖片、演示或者肢體語言協助學生理解。重點在於幫助幼兒明白要做啲乜嘢。接住，老師提供必要嘅語文輸入，例如詞彙、句型結構同埋相關背景知識。呢個階段唔要求學生完全掌握，只需建立初步語感同埋理解，為接落嚟嘅任務活動做好準備。任務進行時，等學生有空間實際操作同埋互動，呢個係語言應用嘅核心。如果活動為小組形式，老師嘅角色係觀察同埋支持，鼓勵幼兒自然溝通。如果幼兒用英語對話，老師可適時介入，講出中文句子，等學生模仿同埋複述。如果任務為個人形式，教師則以協助者身份引導學生溝通。重點在於，老師根據學生遇到嘅實際困難，進行語言焦點指導，透過真實語境幫助學生理解同埋運用語言嘅知識。喺任務後階段，係等學生運用口語嚟表達、介紹或說明佢哋嘅作品。對於能力較弱嘅非華語幼兒，老師可以透過提問協助佢哋表達。呢個環節除咗培養學生嘅語文能力之外，同步亦提升非華語幼兒講中文嘅信心以及自我效能感。喺學校嘅情景中，教師可以結合圖書嚟設計任務型教學。圖書有豐富內容，為老師提供設計任務型活動嘅機會。呢個唔單止能夠增強非華語幼兒嘅語文能力，仲能夠提升佢哋嘅創造力同埋信心。呢種有趣嘅學習方式，能夠讓學生喺輕鬆環境之中學習並使用新語言。最後，我哋請陳老師用具體嘅圖書教案嚟展示同說明任務型教學如何喺課堂落實。大家好，又係我陳老師。喺每個文本故事圖書附設嘅校本教具建議，同埋學校或者親子任務型活動工作紙，都係基本嘅任務型教學嘅教材。透過完成遊戲同埋任務，達到鞏固幼兒喺聽、講、讀、寫4方面嘅中文能力。幼兒可以搜集資料，例如相片、圖片、剪報、實物，帶返學校作為分享。角色扮演，喺模擬角扮演侍應同埋客人，模擬點餐同埋用餐嘅情況，並且練習口語或者朗讀句式。幼兒根據小組或者班本嘅能力，對文本故事進行改編，包括人物、情節或者結局，並以繪畫、書寫或者話劇形式去表達。遊戲活動根據唔同嘅指示完成要求，並且以口語或者書面語講出嘅過程、內容、句式或者結果，從文本故事中揾出特定嘅字詞、部件同埋相關嘅字詞，然之後進行認讀。排列故事程序卡之後，會用口語或者書面語去描述故事內容。總括而言，任務型教學係一種有效提升非華語幼兒語文能力嘅教學方法。透過模擬真實情景嘅任務活動，學生不單只能夠實踐所學，仲能夠建立語言運用嘅信心同埋能力。老師可按學生嘅語文水平同埋學習需要，靈活設計任務活動，提供即時協助，等學生喺做中學，亦即係 learning by doing 中自然習得中文。喺下一集，我哋將進一步探討有效教導非華語幼兒學習語文知識嘅方法，從教學設計、語言嘅輸入，以至活動嘅安排，一步步拆解當中嘅要點。我哋下一集再見。